好中意，因為我覺得做出嚟係我想要嘅效果。我本身啲牙仔係比較細粒啦，咁其實同埋都想白啲啦，咁佢就一次過可以完成咗呢兩個嘅願望啦。其實我自己想做牙貼面都一段時間啦，咁其實都物色咗好多嘅牙貼面公司啦。咁其實首先第一件 consultation 嘅時候咧，我覺得顧問都好專業嘅。咁其實佢俾到我想要嘅一啲疑難解答到俾我聽啦。咁之後就嚟咗呢度做牙貼面啦。咁其實我個問題係因為我原身啲牙咧係比較細粒啲嘅，咁因為我想笑起上嚟燦爛啲咧，咁就揀咗直接做牙貼面呢一個解決方案啦。咁做完之後其實我好中意嘅，因為本身我啲牙仔咧係變得大粒咗啦，同埋都白咗好多，咁就唔使再驚飲完咖啡之後咧會有牙毛嘅問題啦。真係中意嘅，同埋都中意笑多咗咯。Grow Smile 牙齒美學微笑線分析報告，用黃金比例分析你嘅牙齒比例、微笑曲線同面型膚色狀況，即場電腦模擬牙貼面效果，設計最適合你嘅方案。無論係矯正、美白定重建牙齒，我哋都有多種方案，助你輕鬆擁有亮麗笑容。過程費用全面，名額有限，額滿即止。如果你都有興趣，立即點擊以下連結啦！